今日嘅調查發佈會現在開始。各位傳媒朋友、街坊，大家好，我哋係社足同盟社區發展服務，我係中心社工阿浩，呢位係社工阿陸。今日咧，我哋亦都邀請咗一班街坊咧嚟做我哋嘅嘉賓，去回應一下今次嘅調查發佈。咁咧分別咧就有阿嘉嘉啦、阿玲啦、阿君啦同埋阿 May 嘅。我哋社足同盟咧係由一班年青社工成立嘅社福機構，而家目前咧係服務緊深水埗區嘅低收入家庭。我哋機構咧同時亦都係關注性別嘅議題，提倡性別平等嘅。今次嘅調查發佈會嘅主題係男人當自在，男人眼中的成功女人標準意見調查。今次嘅目的咧係想了解唔同背景嘅男士對女性嘅期望會唔會受到傳統觀念嘅影響。喺今次調查入邊，我哋訪問咗100個年齡介乎於18至到去63歲嘅男士，針對12項唔同咧有關對於成功女人嘅標準，俾佢哋去表達意見嘅。喺問卷設計嘅階段咧，我哋其實訪問咗中心嘅一班男性嘅會員，初步咁樣去了解咗男性對女性嘅睇法，再加上以往我哋男士工作嘅經驗，最後咧設定咗呢12項成功女人嘅標準。喺調查方法方面咧，我哋採用咗方便抽樣調查，咁咧就邀請每一位去到中心嘅男性去填寫，咁咧同埋亦都有透過社交媒體咧去發送網上問卷去收集結果嘅。咁以下咧交俾同事阿龍去匯報今次嘅調查結果。好，唔該 Oscar。咁我講講今次受訪者嘅背景先啦。咁喺100個受訪者入邊咧，咁其實連3成4係未婚嘅，咁其餘咧都係有婚姻嘅經驗啦，包括已婚啦、離婚同埋分居嘅狀態。喺學歷嗰方面，4成2嘅受訪者係中小學畢業，5成8咧係大專或以上嘅學歷。咁今次呢個調查，我哋其實一共咧就問咗受訪者12條嘅問題，咁有6條咧就係有一啲傳統觀念，另外嗰6條就係有非傳統觀念嘅題目嚟嘅，咁去睇下究竟佢同唔同意呢一啲題目或者意見啦。咁希望從一個正反兩面嘅方式咧，去探討下今次嘅議題咁樣嘅。咁究竟男人眼中嘅成功女人定義係點咧？咁以下咧我就會講下帶有傳統觀念嗰部分先嘅。係啦，咁第一喺丈夫返到屋企之後咧，就會準備好一餐熱飯俾佢。有4成2嘅受訪男士咧係同意成功女人就應該要咁樣做嘅。第二，成功女士喺家庭朋友聚會嘅時候，識得觀察丈夫面色，時時留意顧全丈夫嘅面子咧，有近7成嘅男士咧係同意呢一項嘅。第三，成功女士就應該要愛屋及烏，就一定要接受同埋中意丈夫嘅屋企人。咁有6成嘅受訪者咧係同意呢一個句子啦。咁第四，成功女士就要為丈夫生兒育女，有4成3係同意呢一項嘅。第五，成功女士應該優先考慮丈夫同孩子嘅需要，同自己嘅需要放後次要，有3成2係同意呢一項。第六，成功女士嘅事業收入等等都唔能夠超越丈夫啊，同意呢一項咧其實就唔夠1成，只有8%同意啦。咁其實我哋可以見到啦，除咗事業收入等等唔能夠超越丈夫呢一條之外咧，只有呢一條係極少數同意咧，其餘咧其實普遍都有超過3成嘅人係同意嘅，係啦，有啲更加係高達7成8成啦。咁所以我哋都見到受訪嘅男士嗰個傳統嘅觀念其實依然都係幾重下嘅。好，跟住落嚟，咁我會講下一啲唔帶有傳統觀念嘅題目啦。第一，成功女士要有自己嘅主見啊，亦都有能力去表達同實踐自己嘅諗法。有9成7，近乎所有嘅受訪男士係同意呢一項嘅。第二，成功女士可以有獨立嘅經濟能力，唔一定要依靠其他人。9成2同意呢一項。第三，成功女士要有自己嘅社交圈子，可以同朋友出去玩。有9成6嘅受訪男士同意呢一項。第四，成功女士應該同等重視家庭同朋友，9成嘅男士同意呢一項。
第四第五，成功女士應該懂得分工合作，會安排家務俾家人分擔，92%同意。第六，成功女士要識得愛惜自己，重視自己嘅需要，亦都唔會勉強自己咧去滿足其他人嘅期望。有92%嘅受訪男士係同意呢一項。咁個結果就係咁樣啦。咁其實我哋都好開心見到，基本上超過90%嘅受訪男士咧，亦都好支持一啲非傳統上面嘅定義啦，支持女性去自主自愛，唔去從屬任何人。從結果顯示啦，我哋留意到傳統同非傳統咧，兩者個比例其實一啲都唔極端㗎。咁換言之咧，有部分嘅受訪男士喺同意一啲傳統觀念嘅時候，亦都會同意一啲非傳統嘅觀念，兩者咧就似乎係十分矛盾嘅。我哋亦都做咗一啲交叉嘅分析啦，去睇睇有邊啲題目係會出現矛盾嘅狀況。係啦，第一個矛盾啦，就係有28位嘅受訪男士，咁其實佢哋希望女士咧係可以優先考慮丈夫同埋孩子嘅需要，但同一時間佢哋又會希望女性有自己嘅社交圈子嘅。好，第二個矛盾，23位嘅受訪男士入邊，佢哋希望女性可以優先配合到丈夫嘅需要，但係同時亦都希望女性咧係可以重視自己嘅需要嘅。第三，有7位嘅男士表示啦，佢哋自己唔中意女性嘅經濟收入超越丈夫，但係同一時間佢哋亦都會希望自己另一半啦，女性經濟獨立嘅。所以我哋見到啦，女性點樣去睇成功，男性去點樣去看待何謂成功女性咧？其實佢哋個心入邊係存在咗一啲掙扎喺度嘅。好，矛盾以外咧，咁其實我哋亦都對比咗唔同嘅背景，會唔會對一啲傳統嘅睇法嘅取態咧有唔同咧？咁我哋針對3方面，年齡、婚姻、學歷呢3方面咧，去分析咗男士對傳統諗法一啲取態嘅。咁點做咧？頭先我哋就將嗰12條題目咧都轉成一啲分數，傳統嘅咧，同意傳統嘅為0分。同意非傳統嘅為1分，咁換言之咧，分數越高就傾向非傳統啦，分數越低咧，佢哋嘅取態係傾向傳統嘅。咁以下係我哋嘅結論啦。咁喺年齡嗰方面咧，18至32歲嘅受訪者入邊啊，總分9至12分嘅咧有29位，5至8分嘅有6位，33至47歲入邊咧，總分9至12分咧就有26位。5至8分咧有18位，好，最比較高嘅年齡層咧，48至63歲裏邊9至12分咧有6位，5至8分有14位。換言之咧，我哋見到個趨勢就係年紀越大咧，佢普遍多個取態咧都係會傾向傳統啲嘅。相反啦，年紀越細，佢哋個取態就會比較即係冇咁傳統。好，喺婚姻狀態嗰方面啊，未試過任何婚姻經歷嘅9至12分有31位，5至8分有3位，曾經有過婚姻經歷嘅，即係頭先講到依家係已婚啊、離婚或者一啲分居嘅狀態咧，咁有9至12分有30位，5至8分嘅有35位，亦都可以見到啦，有婚姻經歷嘅男性咧係比較傾向用一啲傳統嘅角度去釐定一個成功嘅女人嘅標準。好，最後學歷嗰方面，喺中小學畢業嘅受訪者咧，9至12分咧有16位，5至8分嘅有26位。學歷係大專或者以上嘅受訪者咧，9至12分有45位，5至8分咧有12位嘅。咁我哋都可以見到學歷比較高嘅受訪者咧，對何謂成功嘅女人嘅取態咧，亦都會比較傾向非傳統啦。學歷越低，嗰個人個諗法就比較傾向傳統嗰一邊嘅。
好，以上就係嗰個匯報嘅個結果啦。咁其實整體而言咧，我哋都可以見到而家有絕大部分嘅男士咧，其實佢都好認同女性去自愛自主啦，係一啲成功女士嘅重要元素嘅。呢個係令人喜聞樂見嘅一件事。但係另一邊廂咧，我哋亦都見到大部分男士咧，仍然受住一啲不同程度上啦，受住一啲傳統觀念嘅影響。當中咧又同年紀啊、婚姻、學歷咧係有一個關聯喺度嘅。咁我哋認為咧，呢個同角色有關啦。咁因為隨住佢哋嘅成長咧，尤其是結婚之後啊，每個人咧其實都會擔任越嚟越多嘅一啲社會角色同責任。咁其實呢啲角色背後咧，亦都會有一啲既定嘅社會規範要佢哋去做到。譬如話作為兒子咧，就應該係要孝順父母啦。擔任咗丈夫咧，就應該要養妻活兒嘅。咁但係當我哋男性都未有去反思呢啲傳統諗法同個人諗法，就好容易接受咗一啲社會俾我哋嘅責任同埋角色，並且咧就視之為自己應該必須要履行嘅責任。咁啊，至於學歷嗰方面咧，其實依家性別議題嘅相關嘅討論，其實大部分咧都係喺一啲大專嘅校園入邊啦。咁所以學歷比較高嘅受訪者咧，其實自己就有更多嘅機會去接受一啲比較冇咁傳統觀念嘅諗法。咁所以亦都有個情況出現，就係個學歷越高啦，咁個諗法自然都比較唔傳統，因為佢哋接受更加多唔同嘅人嘅意見啦。係啦，咁所以當我哋男性自己未摒棄一啲舊有嘅諗法嘅時候，同一時間咧，亦都會支持或者贊同一啲新嘅思想咧，咁自然咧就會出現頭先所講到嘅一啲矛盾同埋掙扎啦。咁呢個就係今次嘅調查結果匯報。好，唔該晒阿龍啦。咁咧，男士嘅睇法同埋掙扎咧，我哋都透過呢個調查咧就了解到啦。咁可以見到我哋男人咧有一部分我哋擁抱傳統嘅價值，亦都有一部分咧其實我哋都願意接受女性嘅自主同埋需要。咁接下來咧，我哋咧就邀請咧幾位現場嚟嘅嘉賓、街坊女性咧，去就住今次嘅調查結果咧，就做少少嘅回應啦。咁咧我想請咧阿玲咧就先講下啦。大家好，我係玲。我就想講一下咧，係第一個丈夫回到家後就會準備好一餐熱飯俾佢。我想講咧就係、其實邊個返屋企先，邊個得閒先，邊個煮啦，係咪？大家煮都 OK， 或者兩個一齊煮，可以增加下夫妻嘅感情啊，或者同埋小朋友一齊煮啊，可以帶下啲家庭樂啊，咁都 OK 㗎。好，唔該晒阿玲嘅分享嚇，跟住咧我哋請阿君去講下佢點睇。大家好，我係街坊阿君。咁我就回應下呢個問題係家庭朋友聚會嗰陣時，要懂得觀察丈夫嘅面色，時時留意顧全丈夫嘅面子。咁我喺女性嗰方面，我想提供下自己嘅意見啦。咁我覺得我以一個老婆嘅角色去出席喺你個朋友嗰個餐叫做飯局啦。咁我覺得我係要以最真實嘅自己去面對你啲朋友，我係覺得係咁樣係會比較真實啲咯。咁我覺得咁樣先係真實相處，就唔想有太多個隔膜咯。呢個係我個意見。明白，咁啊多謝阿君嘅分享啦。咁我哋請埋阿 May 去講下佢點睇。大家好，我係阿 May，我想回應下第5題啦。優先考慮丈夫同孩子的需要，自己需要往後次要，即係男女平等啦，女人自己都好重要啦，愛人先要愛自己啦。好多時候咧，女人喺一個家庭都係作為家庭嘅一個工作者啦，佢唔係冇工作嘅，佢係冇人工啫。即係一個家庭入邊咧，我覺得係互相尊重咯，唔係分邊個首要邊個次要咯。唔該。好多謝阿 May 嘅分享嚇。咁最後我哋邀請埋阿嘉嘉去講下佢對於今次調查嘅睇法。大家好，我係嘉嘉，我就想回應下今次調查嗰個係
事業收入都唔可以超越丈夫嗰一個問題。就係可能咧，男人就受嗰個傳統文化覺得個面子就好緊要，喺度就覺得自己嘅老婆啊個收入或者個事業都高過自己，事業個職位就好過自己，就覺得好冇面。其實呢啲都唔係咁重要嘅啫。咁你嘅事業同當今嘅社會而家都係倡議就係男女平等啦。好多時而家女人嘅工作能力咧都已經係去到好好嗰隻㗎啦。咁嗰個事業同收入都有翻咁上下嘅話，咁個家庭嗰個經濟環境整體嚟講，相對嚟講都穩定好多嘅，都會大家嘅心情都好似都會唔會話好似而家咁大壓力咯。同埋咧都會覺得應該男人覺得話出去講我老婆做咩嘅收入幾多，都應該覺得好有面先啱嘅。好，咁啊，好多謝咁多位女性嘅回應嚇，咁亦都令到我哋男人咧更加了解多咗女人。其實原來因為我哋嘅一啲期望啦，令到大家其實係會有委屈，會有唔開心。好多我哋覺得係應份嘅嘢，其實係你哋勉強去迎合我哋，而令到自己係好難受。咁最後啦，我同阿龍兩位咧都作為男士咧，都想透過今次嘅記者會分享一啲我哋嘅感受同埋睇法。今次嘅調查結果反映，其實好多男性啊喺唔同程度上都受到住傳統嘅觀念影響。作為一個投身男士工作嘅社工，我哋自身亦都係一個男性，我哋都想透過一啲嘅經歷去分享我哋對於呢啲傳統影響嘅睇法。我哋其實認為男性啦，包括我哋自己啦，喺社會上面其實係需要扮演住好多唔同嘅角色啊。一啲叫做可能係好男朋友啦、好老公啦、好爸爸啦，每個角色其實都對我哋有一啲嘅期望。例如我哋會覺得男仔應該要照顧好女仔啦，成家立室之後咧，一定要養活成個家庭，孭起成頭家啦。做男人要獨立、要堅強、要頂天立地。有時候其實我哋都會覺得咁樣去生活咧係好辛苦嘅。喺工作上，我哋都見到好多男性啦，為咗養活佢家庭，其實犧牲咗自己嘅身體健康去工作。亦都有因傷暫時冇辦法工作嘅男人，覺得自己失去咗作為男性嘅尊嚴。而當我哋男人為咗滿足呢啲期望而去努力去奔波嘅時候，另一邊廂，我哋亦都因為呢一啲嘅角色而相對應咁對女性有一啲嘅要求同埋期望，就好似將成功嘅女人形象同傳統上邊好太太、好媽媽掛咗鈎咁樣。希望女性可以照顧好家庭，以家庭為重，就好似今次調查結果所反映出嚟嘅一樣。透過今日咁多位女性嘅回應啦，我哋明白其實你哋內心係好抗拒呢一啲嘅傳統期望。但係咧，無奈受到一啲角色嘅所困啦，亦都被迫要迎合。你哋其實都唔想每日去煮飯啦，個生活好似圍繞住老公同個小朋友，犧牲晒自己所有嘅事業、興趣同埋圈子，將自己咧完全奉獻咗俾家庭。而社會嘅壓力咧，就將你哋壓到唞唔到氣。將心比己，其實我哋男人都唔會想咁樣去過生活啦。但係傳統嘅定型，令到我哋變成咗好似壓迫女性嘅一個加害者咁，甚至乎影響住好多伴侶之間嘅相處，引起好多夫妻嘅問題。今次嘅調查咧係一個機會嚟嘅，俾我哋男士去反省一下，其實呢一啲嘅期望係咪有必要呢？係咪我哋內心真實嘅一啲渴望呢？我哋男性唔應該係女性嘅敵人。調查結果反映好多男士嘅內心充滿住矛盾啊！佢哋好想女士重視自己嘅需要，但係又渴望女士可以優先配合我哋嘅需要。想你哋有社交圈子嘅同時，又想你哋去關心優先家庭嘅需要。而想你哋去經濟獨立，但係咧又唔中意你哋嘅收入同埋事業超過自己。我覺得其實呢一啲都表明我哋男士其實唔係完全唔在乎你哋嘅需要同埋自主，只不過係喺傳統文化底下，我哋自己都好自私揀咗對我哋自己有利嘅角色期望。但係咧，其實我哋忽略咗咧呢一啲期望對你哋可能造成嘅傷害。
咁我都分享下自己少少嘅感想啦。咁其實我自己都好開心，其實社會上好多男性咧，其實都好關心女性嘅，鼓勵佢哋有自己嘅生活啦。咁其實我都想回應下今日呢個主題啊，男人當自在。咁正如 Oscar 提到啊，我哋男人其實大部分時間咧，其實都唔係好自在嘅啫。尤其是當一啲決定、一啲事情涉及到自己嘅伴侶啦、屋企人啊、朋友咧，其實都會好矛盾。童年嘅成長經歷啦，成長之後又有啲同輩嘅壓力，就係好驚隔離翻工嗰個兄弟會笑自己咁樣，咁令到我哋一直都活喺一啲傳統嘅包袱裏面。咁其實我相信好多男士，包括我自己咧，咁好多時候都會希望滿足到唔同人對自己嘅期望，盡量咧唔好令任何重要嘅人覺得唔開心，因為自己覺得唔開心。咁但係咁樣做咧，往往咧就會忽略咗自己嘅需要。就唔可以自由咁去選擇自己想過嘅一啲生活。另一方面，傳統觀念亦都令我哋假定咗女性啊，都會去用一啲傳統嘅眼光去看待自己，導致我哋咧導致我哋男性自己同女性相處嘅時候咧，尤其是對住我哋嘅伴侶嗰陣啊，就會多咗好多傳統包袱，就好驚我做唔到呢啲滿足唔到傳統嘅責任之後咧。我太太啊，或者我女朋友會唔會就睇唔起我咁樣？咁反而咁樣就唔能夠單純咁樣俾對方咧見到真正嗰個樣子啊！咁只能夠一直戴住一啲面具去做人。咁其實咁樣係一個十分之辛苦嘅一件事情嚟嘅。咁我曾經聽過一對網上好出名嘅情侶講過咧，咁因為嗰啲人留言咧都會問點解你仲唔分手啊咁樣？因為佢成日即係有一啲好嘅男朋友做一啲可能令到即係好過分嘅事情咁樣啦。但係嗰個女方咧就好簡單咁樣去回覆嗰個網友就話，因為佢嘅另一半可以令到佢自己做到自己係啦。咁我估呢樣嘢唔係每個人都可以咁容易，或者每 pair 情侶都咁容易做到嘅一件事嘅。係啦，咁所以我都覺得我哋男性都可以俾身邊嘅女性去理解下自己嘅諗法啦，等佢哋都有一啲機會去接納真實嘅自己啦。咁我相信咁樣先可以真正地自在地過生活。在此咧，我哋作出一個呼籲啦，希望咁多位男士可以反思自己目前嘅情況，脫去社會強加俾男人嘅戰衣，同時間咧亦都解開傳統對女性嘅束縛。喺兩性關係入邊嘗試一下換位思考，將心比心。我哋相信咁樣做嘅話，兩性之間咧先至能夠真誠相對，互相尊重，對男人同埋女人嚟講都可以過得更加自在，兩性嘅關係咧更加融合。咁咧，以上有關今次調查嘅匯報咧已經完結啦。咁咧，接下來咧就去到呢個記者提問嘅環節。喺完結之前咧，我哋亦都預備咗一個小小嘅儀式咧，咁樣去做嘅，係啦。希望咧就寓意住我哋男人去衝破一啲嘅傳統嘅框架，而女性咧亦都可以得到解放。咁咧喺呢一度咧就係一個我哋整咗出嚟啦，一個對於男性嘅框架。咁上面咧貼有好多我哋見到社會對我哋男性嘅一啲期望啦，例如係有氣有力啦，要強啦，要有錢啦，要氹女仔啦，要有面子啦，要養家。咁咧我哋希望咧，我哋藉住由我同阿龍啦，今日咧一齊衝破呢一個框架。寓意住我哋希望咧，男人都可以踏出一步去解放喺傳統框架入邊，我哋衝出去，唔好再俾佢框住啦。OK，呀，好啦 ，OK， 衝出去啦，呀，好。我哋男性衝出咗嘅框架之外咧，亦都有一份禮物要俾翻我哋咁多位嘅女性嘅。喺呢一度咧，有幾對象徵住自由嘅翅膀。希望咧就藉住呢一對翅膀咧，就寓意住我哋今日衝破咗框架之餘，亦都咧將你哋由一啲好傳統令到你哋好困身嘅一啲傳統期望啊、觀念啊，去解放出嚟，係啦。咁我而家咧就要將呢對自由之翼咧交俾大家。
咁就希望我哋衝破咗個框架嘅隔膜之後咧，咁我哋男女之間就唔好再有一啲傳統嘅隔膜，可以真實咁樣去見到對方嘅樣子。亦都希望女性咧，亦都唔好再受傳統所困啦，自由地飛翔係啦，男人都一樣自由地飛翔係啦，咁就。好，咁咧今日嘅調查發佈會咧就此完結啦。咁啊希望啦每位男女都能夠以後自由自在咁樣去過我哋想要嘅生活。多謝各位。